啊，伊甲我去啊啦。伊讲，伊淡的嘛醉。啊，伊自杀是为啥代啊？你问我，我问啥？啊，伊安怎创的？牵线要吊倒，谁甲救的？伊的查某孙啊！哎呀，因为啥物甲救啊？啊，都罔关心啊！伊是偌好个啊，裤底白白，油有8十。我甲讲，伊上少8十。哎呀，叫伊较早转去较后面啦。我毋捌伫3点正前就眠床困，迄个时阵困是啥物滋味啊？伊就是爱食酒食暗，伊人稀微，我无，我阁有一个某伫眠床等哦。伊因过有某，哎呀，伊即马即款型，有某嘛无路用啦。话袂当安尼讲，有某偌好你敢知？你讲是照顾伊的查某孙仔，甲煞透开的啊？对啊，迄就是我知啊。我想要活，我无想要活遐老，我无想要活遐老。老伙仔歹剃头，无的确啦。这老伙仔算清气性，伊袂啉甲好煞煞。你看，酒醉袂人送。我无想要看，我靠袂住，紧转去。伊拢无带念食头路人的艰苦。老伙仔的视线按玻璃杯刷向埕迄边，看服务生。搁一杯。伊讲手比玻璃杯仔，服务生随撞过来。无。伊讲拄着醉汉甲外国人，伊着激动讲话甘软。到遮冻掉，到遮冻掉，阮要收店啊！搁一杯啦。老伙仔讲，无，收店啊！服务生哪用倒步去倒角拿海头，老伙仔徛起来，温热甲猪仔点好势，炒落地啊，银皮包附烧酒糋，搁拼五角皮色达做烧菜。服务生看伊向路尾，遐尼老的人行路撇一个，办事枵冤财。为虾米无互伊留落来啉啊？无咧赶的服务生问，因甲后背车拢救落来。还要2点半咧。哎呀，我是要转去困啊啦！敢有差这1点钟？我会比伊的重要吗？白1点钟无差啦。哎呀，你家己讲的嘛那老伙仔，伊会当买酒转去啉吗？迄无共。是啊，是无共。有某的服务生嘛安尼想，伊毋是一个四面风讲好实话，伊是想要较早走尔。你咧，提早转去，敢讲毋惊？你是咧甲我侮辱吼？啊，无啦，兄弟，滚笑尔。嘿，我较无你烦恼咧。看时间的服务生甲铁门扭落来，徛起来讲：我有自信，我自信满满。你有青春、自信甲头路。老的服务生讲。你啥物拢有，无你倒有欠啊？剩头路尔。哎呀，我有诶，你拢有啊？无，我无自信，嘛7老8老啊。哎呀，拜托诶啦，莫讲这5、4、3，来锁门。